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詹伟民。蔡英文总统呢，伫咧2016年来当选，伫咧新国会过半这优势是完全执政，但是敢有完全负责哦？这3年外来，到底按算要通过这个法案，也有啥物法案也未来完成？咱台湾新眼界要来好好总体检一下。咱来看讲2008年这气泡控制发叫做野草莓抗争啦吼。蔡英文迄当时就签到人权的这个保证书啦吼，承诺执政的这个时阵会来做修法啦。但是新国会其实伫咧2016年连续5日真费心来做审查，但是伫蔡英文这个520就任迄天诶，嘛共款咧发出到这个审查报告。今年咧11月7日就做协商啊，但是这个法案已经放3年外，到今也未这个三读哦。另外，咱就来看到针对矿业法的这个部分哦，咱讲看见台湾由谢碧林导演来拍片哦，推测了后，互人看见台湾的这个开垦甲优秀，但是针对采矿这个开发有济这讨论。2017年呢，因为谢碧林导演直升机这意外过身了后，蔡英文总统咧嘛承诺讲要较紧完成这个修法啦。不过咱看到同款哦，2018年超过1档外，再届这个审查了后，5月30号就审查结束，6月7日发出着审查报告，已经协商济摆，到今同款也未三读。你看伊咱看到这个会期哦，这个领导期一定会当来做表决，但是咧，这届这个国会哦，若无完成，拢会做废掉啦吼。首先，就要带大家看讲这个矿业法的这个部分，先做回来看。环保团体不断陈情，一直抗议总算换来立法院要立架矿业法修正草案，拜入要举行的立法院院长协商的第4个议程。面对进前有执政党立委批评草案当中放加葱啊，才会造成一直无法度完成修法。款团重申，草案已经有高度的共识，欠缺的只是临门的一卡。矿业法其实也就全部加起来讨论的条数就大概也100出头而已，已经有95条是有共识的。款团指出，这届重要变革方向包括废除霸王条款，必须要资讯公开；旧的矿场必须要进行环评，保障原住民权利等等。虽然部分条文的细节有还需要讨论，但搁加一寡力就会当完成。款团搁一届呼吁，执政党千万唔通交白卷。矿业改革的政见的落实上，我们认为是可以拿高分的嘛，就是说你应该是可以有机会拿80、90分的，不要说因为担心无法100分，你就干脆交白卷，这样的心态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不过，款团欢乐，由院长苏家全调集的协商，会到2点开始，离矿业法进前，阁有3个议程，是不是会实际讨论到，也无法度确定。记者你们单枪回台北报道。今日台湾新眼界社会大小事，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话。首先邀请4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地球公民基金会研究专员吴基荣。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2位咱邀请到法律互助原民中心专职律师主任谢明武。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3位咱邀请到台湾人权促进会副会长李启峰。大家好，主持人好。第4位咱邀请到台南新艺律师严婉玲。大家好，主持人好。是哦，4位来宾真正感谢，尤其咱要讨论哦，就是讲这个民进党这个法案也未过，爱做一下总体检嘛。首先咱要体检的就是矿业法这个部分啦吼，真侪这个环保团体真正真着急啦吼。这个国会都要结束啊，啥这个蔡政府就任甲单也未当完成咧，咱所烦恼的所在是伫倒位咧？因为这个会期若是无结束，就是无该修法修了吼。真的是足麻烦的，因为即摆时间是到安尼啦，明仔载就是上好尾一届的协调，就是这个协调开会开了后，就是2读甲3读就结束啊，就会当修法修过啊。是，变做若是无安尼结束，就全部拢爱定来。就是这个国会吼，爱国会规个讨论的代志。这个选举了后一个吼，立委新的立委来做处理啊吼。所以无唔对，所以明仔载阮希望就是立法院真诶会当协调。因为立法院阮感觉毋是一个好烂院，若是有政党无来，阮绝对目睭。背金金，看到底是哪一个政党无要来动这个法案？是，迄当阵是这个苏家全啊，讲这个国亲两党协商无来吼，所以这个散会，你嘛做一条歌吼，叫做恋人未满，该做什么？就是3读以上，就是协商以上，对，然后3读未满，对，就剩一寡尔啦，咱搁豆豆搁行落就过啊，所以阮到底是咧看到底是。
国民党会袂来，还是啥物党会袂来？阮即摆就是目睭看金金，在咧看这物件，因为即摆大部分的法案的条文，大部分拢有共识啦。是。就剩3个代志无共识尔。倒3个咧？就是第一个就是威控要管较严，还是管较松的？是。主要就是咧讲，还是控场要关的时阵，要安怎写计划？第二个部分就是这控场到底要你砖头偌近，要你部落偌远偌近？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原住民的部分，也袂讲讨论清楚安尼尔。是。所以讲实在，阮这3条代志，阮就讲到足清楚的，就是若是上尾一个原住民的部分，阮会当接受讲，就以原住民基本法的方向来行就好啊。是。就剩安尼尔，所以阮嘛足希望，就是这个会期明仔的协调会，真的就每一个政党拢爱来，你若拢无来，阮就是绝对甲你目睭紧看吼，看好调，看好调，看什么政党吼无咧做啦吼。咱先来看讲，你看因这个定数为虾米这个会期，因为咱讲要选举啊吼，所以有当这个先提前吼，先休困啊，17号、18号就要来休困。咱先看这个定数，这个重要法案，这个状况啦吼，咱有经历着头拄啊这个基用嘛，替咱做这个1读、2读、3读这个过程啦吼。但是咱讲的就是苏家全伫咧这个会期内底吼，有一个惯例啊，就是讲。假使讲已经超过这个1个月这个协商的冷冻期然后还未进行协商这个法案嘛未这个表决3读，但是这个嘛足奇怪，为什么这个民进党明明就是多数的啊，这个物件煞无法度过啦吼啊？咱讲最近上注重的这个法案，咱头拄讲到，除了有这个集会游行法，佮有抗议法，嘛有这个反渗透法啦吼。其实咱过来请教咱的基用啦吼，基用你嘛有伫这个面册头顶写着这个抗议这个议题啦吼。到底这个在地经济安怎救？你嘛有看到现主席啦吼，这个抗业的这个状况伫倒位啦吼？先甲咱观众朋友了解一下。阮讲实在话，抗业上大的问题就是讲，足侪人的收入，讲实在话，确实有伫遐做工课，是，变做因为有较侪偷人的关系，会抽成。所以薪水嘛无讲足好诶，我嘛希望讲透过抗药法的修法了后，刷落来就是一寡水泥业的心渣的部分，会当继续来走落。咱规个来中讨论，就是到底要安怎互在地经济会当走较长的，足侪代志会当讨论清楚。变做即摆的部分就是抗药法也无修法修过了后，足侪部分后壁的代志都无法度行，因就拢讲啊，就是爱等修法修了后，到法度行。咱阁继续来要请教咱的贾律师啦吼，就是讲这个抗疫法的重点哦，其实有这个霸王条款啊，有宽平，也是原住民族这个主张的这个同意啦吼。这3项即马是卡伫倒位啊？其实大项嘛拢卡掉，拢卡掉。基本上咱规个抗疫法就是一个迄个咱迄个霸权的时代吼，是戒严的时代，是过民国19年就过抗疫法安尼，迄阵中华民国的宪法大还袂行咧吼。所以讲较早吼，这个抗疫法是非常的霸道，是讲伊无咧。插讲咱这个人民的权利是啥物碗个，啊环境保护是啥物，伊无咧插这个啦吼。是。啊，就是讲咱因为做侪个案来看吼，发觉讲，这哪会做侪问题啦吼。尤其是第一案是啥物咧？就是咱常常咧讲的吼，就是这个所谓的霸王条款第1条，是啥？抗疫法第47条，就是讲啥？其实足简单的啦。你若有看过唐伯虎点秋香这个电影，内底有讲啥物？夺我大屋，占我田，对无？吼，啊，这条就是讲吼，今仔日吼我抗疫主啦，我看到恁兜有地嘛。好，恁兜即个地有空，我做假的，我要来学。吼，我原本基本上我要甲你税嘛，啊无我就甲你买嘛。是，啊你若无同意咧，啊就主管机关就出来了，协调一下。啊协调来无想，我就是无爱，迄阮祖产嘛，我想要要互你学。啊歹势吼，这条法律就讲，我甲税金吼，我甲迄个租金啊吼，放伫咧法院。我等下使拖拉库，使怪手，甲恁兜学掉。是，啊，这条就是遮尔压吧。你若讲土地征收，你大家搁审查伊的正当性、甲必要性对无？是。但是歹势哦，这条完全免。吼，所以讲真侪族人的迄个土地，就是因为这条去用霸占掉。是。吼，这是第1点啦。吼，那第2点就是讲吼，咱这个挖矿吼，这个矿吼，那伫原住民的土地，迄就是原住民的嘛。吼。是。迄若讲伫其他的国有土地，迄就是咱全国人民的资产。但是咱的矿业法。就把这个矿吼，和遐业主千秋万世一直学了。安怎讲？第一，虽然讲采矿权是有20档的限制，是，啊，毋过也当无次数限制，继续的延续落去。好，安尼就准拄煞哦。是，伊个安怎规定咧？伊伫31条的时阵吼，伊个规定讲，原则上哦，我这个矿场若要延续吼，我若要延续吼，你得爱准哦，你袂当轻轻在甲我驳掉，你袂使哦。是，伊讲我准你1次的，准你1000万次啦。
吼，就是不死老矿千秋万年，吼啊，这个有这个道理对无？这个矿是全国人民的，啊，毋是你矿业主的啊，是安怎你会当安尼千秋万世安尼学了？吼，安尼学了嘛无大紧，今仔日咱若讲，咱发觉讲啊，这个所在有足重要的植物动物要来保护，才有国防安全，吼啊，才有这个保安林等等的，咱要甲保护起来。应该是莫甲学啊，对无？是。歹势吼，这条讲你若即阵你因为这个理由吼，无爱互人继续学，歹势政府爱提钱出来赔。哦，靠，这种道理存在。啊，你都到期啊，你其实到期啊，啊，你搁要来申请延期，那讲这个所在袂当搁学啊，啊，叫你莫搁学，结果我政府爱提钱甲你倒贴。所以咱才会烦恼吼，这款的这个法律伫遐啊，尽量爱紧甲修过啦吼。是，所以讲这个就互做者机关嘛是。做倒单这条的，坦白讲啦，林务局啦，做侪物件拢讲啊，你安尼我都唔敢话啊，我若划设保护区，我来查起倒贴业者，咱人民的纳税钱干脆安尼开，对不对？啊，除了这两条以外吼，嘛做侪问题啦吼。其实我头甲主持人甲小胖哥都讲过啊，这规组都应该卡掉规定链啊，迄毋是单一条两条的问题吼。尤其你来看，咱的这个矿场。拢是做早就伫个啊，有的拢是有的为日本时代就伫台湾啦吼，啊伫台湾拢是过来10档啦吼，啊就这过来10档迄阵拢无咧重视环保嘛，啊所以咱环评法是83年才过，啊所以讲做这矿场哦，伊的水土保持，伊的环境都做了无介好，所以咱就希望讲吼，是毋是你爱来去环评，对不对？所以讲迄阵我就有咧倡议，一定爱这些旧矿你爱去环评啦吼，迄阵林权院长嘛吼，伊迄阵讲的版本嘛是家己讲啊。你这没有环评过的矿场，你拢爱来做环评啊？是，对不？这你民进党家己讲的啊。啊，是安怎即马佫讲，环评有困难，无要过。哦，这是安怎啊？这你出尔反尔嘛，对不对？啊，光单这点呢，就互人真正是起码是真唔好啦。哦，啊，除了这个以外啦，吼，咱迄个蔡英文总统啦，吼，啊，伫迄个原住民转型正义委员会中，嘛承诺啊，讲咱原住民基本法21条有讲，你即马伫咱原住民的土地哦，你即马要咱原住民的土地甲人挖矿。你要经过人的同意啊，对不？啊，这条这个主商的这个主商来同意嘿，但是你目前到即马你也看，大家你甲看吼，咱即马矿场吼，陆上的矿场差不多172个啦吼，啊，只102个哦，拢是伫原住民的土地，你也看有关无？超过5成以上哦，是。啊，结果这个矿场你都无经过人的同意啦吼。讲实在，你若讲有影你是要落实你的转型正义，你8月1号道歉是道歉真的。你得有影，你来甲这条好好修入去嘛。是。吼，啊，你得一定爱讲，今仔日咱得爱尊重你的权利，你若无同意，你得袂当开采。哦，你唔通讲无要甲人钉入去，还是讲你甲人钉入去了，哦，结果没有牙齿的老虎，结果人不同意，你就可以一直问，重复的问到人家同意为止，就敢若要甲人去公平，对无？安尼真正是袂使啦。是。所以嘛，希望讲吼，这个会期到尾啊，吼，你的承诺你要做啊够啦。吼，啊无你实在讲有影啦，大家嘛对你蔡政府有做者期待嘛。嘛希望讲改革就要一步到位，你唔好安尼拍假球，拍假球，还是讲你打折啊，表粉饰太平啊，当作大家拢白痴安尼，哦，大家拢会目睭闭眼睛甲你看。有影啦吼，咱继续来看咱的这个所经历这个图表啦吼，其实拄则这个贾流书嘛，互咱看，啊，咱有做经历这个较这个简单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第47条头拄仔这个贾流书嘛讲到啦吼，会当你这个唔愿这个地主吼。唔免去甲顾啦吼，这个伊的意愿吼，都强制会使霸占伊这个土地的。第47条就是安尼讲的。啊，你这个第13条你安尼讲吼，这个矿产啦吼，会当好满啦吼，就是不老啦，不死安尼啦吼。啊，因为咱佫讲到，若是要展延这个期限啦吼，这个佫要全民来赔钱，就是咱第31条这所讲的。啊，其实咱看到其实。安尼真正这个3条内底真正是对真侪这个全民买单安尼是无公平啦吼。咱继续来看讲亚洲水泥然后伫这件代志，对咱亚洲水泥，佮这个台湾水泥然后这两件拢是共款的。咱先对这个亚洲水泥开始看啦吼，新城这个挖矿这个部分啊，大数据这个部分，伫1973年开始的这亚洲水泥就伫咧花莲新城伫遐开矿啊吼。啊，2017年咱知影的经济部通过着阿年这个矿权会当展延哦20档啦吼，2017年这个4月时阵的公民团体伫咧行政院诉愿委员会咧提起着咱的这个诉愿，但是有一件代志真重要，就是讲啥人这个讨论的较济，就是迄当阵谢碧林导演哦是意外过身啊，伊进前迄部迄个电影就是看见台湾，就是互人看到咱台湾这个开矿
开困吼，这个哀愁这个部分。啊，因为过身，蔡总统嘛伫这个告别式内底哦，承诺这个矿业爱改革，但是咱即阵看到也无哈大改啦吼，是安怎也无哈大改，咱待会继续来讨论。咱就讲看到这个2017年这个9月时阵哦，这个行政院诉愿委员会就驳回这个诉愿啦吼，啊，公民团体就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呢提起着行政的这个诉讼，啊，监察院呢嘛对行政院甲经济部针对着这个典宪的这个部分哦，提出着这个纠正的这个报告，认定行政院哦这个典宪哦无适用伫原基法第27条这个见解，这个定义就是甲这个原基法哦，就干宪杀啦吼。咱讲到2017年12月这个时阵。行政院就把这个矿业法修正草案送入去立法院来做审查，但是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咧宣布着矿业局这个败诉啦吼，啊撤销着原定这个宪的这个核准，阿尼公司嘛提出着这个上诉，啊经济部确定无要上诉，咱就看到这个亚洲水泥这个案例，互咱虾米这个启示，咱先请小胖。我感觉啊，就是即摆亚洲水泥这个案例吼，咱得当看到，若是即摆矿业法无较紧修法咧。对业者来讲，嘛是一种麻烦。是，因为你即摆就无到底是要安怎做，大家讲袂清楚。是，所以我感觉即摆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对，无论是对民间团体、对在地部落、对因的庄头，拢需要紧修法修过了后，咱就做一个要安怎处理这件代志，紧来处理。即摆状况就是因为我主要处理的部分是后壁的水泥业的代志，搁有。南马矿的代志，就有一寡后壁的代志，我主要拢是咧处理后壁的产业的部分。咱到底要安怎来参详，要安怎来处理，互台湾的在水泥的问题，会当有一个较好的方向。咱种希望的，就是即摆国家就较紧甲这修法的代志，因为即摆咱就剩上后尾啊。啊，即摆法律即摆的状况就是讲，即摆亚洲水泥，即摆你也是要安尼登言，得出代志，也是期待矿场该共款出代志，嘛是有可能嘛。所以即摆到底要有一个方式，有一个制度，互大家会当来行，无论是互安怎水泥要安怎挖，还是要到底是在地的人感觉讲吼，咱遮卖挖啊，该我都来参详。咱即摆就是无一个参详的方式啦。咱即摆上重要的就是咱找到一个参详的方式。我感觉咱即摆的修法吼。即摆大部分过条文已经有一个大方向啦，所以拄则律师讲的物件，大部分拢有调整过啊，就是剩上个尾啊，我拄则讲的这3条，阮认为吼，就是上个尾啊一寡代志，就第一个就是咧，这矿场若是要关的时阵，是毋是还有一寡办法？无可能就发生讲，像足侪国家，伊是就矿场挖了后。然后就是因为的凊彩乌的物件放伫边啊，后来就是土房山，规个就是迄个边啊，就叫影响到。咱伫台湾就发生过啊，伫承德，承德关西这个所在，就因为这件代志，有人咧种柑啊，种种的，啊规个房山，就是因为伊安尼就甲废土凊彩拼凊彩弹，就是这关矿的代志爱处理就好。这个会当讨论，因为这嘛差不多，你嘛会当写甲较完整的，就会当过啊。第二个部分就是剩这个所在，就是讲到底要偌近偌远，咱会当来讨论清楚嘛。但是若是你讲吼，你要有一寡春秋的空间，咱会当来调整，咱会当来讨论啊。然后这个部分，我嘛刚讲吼，你也修法，你也无讲无想要讲较详细，你得当做一个大方向，咱刷落来。伫后壁的讨论嘛，当来进行。上后尾一个部分就是原住民的部分，这一定是律师上清楚。我嘛感觉讲吼，这代志若是你安尼拖，无论是对咱环保团体，还是对在地居民，还是对业者，还是对咱台湾的环境山林，拢是无好的代志。所以咱要继续请教谢律师啦，吼，就是原住民这地，你嘛是用心真济啦。尤其咱你讲你伫这个原住民族这个中心啊，法律辅助，啊，因现主是什么拄到这个问题，上济你直接到是啥物咧？其实我刚刚就做简单一件代志啦，你有咧讲尊重无啦？有没有把人家当人看啦？吼，马总统说的啦，吼，你到底有尊重人是这个土地主人无？好，咱过去吼，咱。台湾算是讲真侪外来政权嘛，啊，就伫原住民的土地，甲人收归过了后，就树啊，互你插，对无？啊，矿互你挖，你拢无咧甲人尊重。
那既然咱今仔日已经不是过去迄个阿爸迄个威权的国家嘛，咱今仔是民主法治，咱重视人权。那是安尼的话，你得今仔已经宣示咱有原住民族的这个基本法，咱已经宣示咱这是爱尊重人迄个土地的权利嘛。那安尼的话，你只要是伫人的土地你挖矿，你得爱甲人咨商，吼，甲人取得人的同意，可以分享利益嘛。基本上业者吼，去我会当体会啦，经济部也是业者，真简单，你若要做生意，你就是爱。无爱风险嘛，对不对？你若讲人讲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啦，了钱的生意无人做嘛。是。你即摆重点是伊要控管伊的风险。但是我爱甲大家讲，这个采矿这个代志，你袂当讲甲当做是拢是原住民拢会反对，还是环保团体拢会反对。其实咱咧讲的是一个，你若要挖矿，毋是袂使。第一点，你安怎？程序，你的正当程序嘛，你要行嘛，你要尊重人地主的权利嘛，47条，你要尊重咱原住民的权利嘛，还有原基法21条嘛，吼，而且你要公开透明嘛，即摆做侪大家拢唔知影挖矿是安怎挖的啊，地主拢是到尾仔讲，尾就真正吼，拖拉库3回继续来我到阮兜，我就奇怪，那阮兜要挖矿啊，所以讲我唔是讲咱反对采矿，而是讲咱应该是爱伫正当法律程序的前提定数，你爱注重，而且要一个代志一定要讲的就是，你要有总量管制的概念嘛。咱山林有限啊，资源有限啊，你是安怎要挖到要去外销去，安尼就唔对啊嘛。所以讲你要有一个总体管制的概念，伫这个总体管制你内需就好啊。你无需要去迫害遮一领无辜的山林动物的栖息地，你无需要去占人原住民的土地嘛。你也无需要挖遮济，你拢互业者赚尔。是。尤其你的矿业权费吼，矿产权利这拢收遮少，对无？迄经讲互伊做无本生意嘛。真正是无本生意啦。所以讲。这就是讲吼，简单讲就是你得要尊重人的权利，啊，你若安尼情绪照料环评嘛吼，环境影响你就评估好啊，啊你要去开采，大家嘛拢袂有意见啊。但是你唔通讲，遮侪情绪我无爱走，你安尼就唔对啦，你就是阿爸。咱要继续请教小胖啦吼，就是讲咱头头这个贾律师嘛讲到，这山林真正是有限啦，但是这个台泥也好，亚洲水泥也好，因拢是掌控掉咱所有这个。讲这个阿毛土业啦吼，这所有这个经济这个中心啦吼，啊头拄啊这个贾律师嘛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个外销的部分，啥就爱一直外销去，啊遮的这山林都有限，啊尤其吼，这个咱讲这个咱台湾的阿毛土业吼，比外销可能搁较贵，有这种情况嘛吼。因为台湾的状况是安尼，因为水泥吼讲实在话足重的，是，迄无可能讲运到偌远，所以大部分你也是要。码头甲码头安尼准备安尼驶，大部分码头咱有一个物件叫做西路，嘿。啊西路大部分即摆大部分拢伫台湾水泥甲亚洲水泥遐。西路就是这个，大家去看到一个大圆的桶诶，因为迄靠船安尼直接到倒入去。是。啊大部分拢控制伫遮，所以你到最后国际上的水泥价钱，讲实在话比台湾搁较低。是。所以你也是要讲要拼到外销。你一定价钱个抬甲愈低，啊，变做台湾像这样价钱安尼，因为大部分拢是台湾水泥、亚洲水泥，拢控制掉，拢控制掉的。咱大家人将整体来讨论这件代志。我嘛感觉讲吼，你台湾水泥、亚洲水泥，讲实在话，大家拢有做了好的部分嘛。是。无论是以循环经济这个部分，有的做了袂歹，有的要甲吼要甲在地参详的部分嘛，做了有完结的，变做我是感觉讲吼，即摆上重要的重点吼，是明仔载就是协调会啊，同款嘛是定数，就是上好尾啊，上好尾啊。啊，阮就感觉讲吼，业者的部分吼，咱今日会当来参详，变做就是即个法案来即个会当通过了后，咱继续来讨论后壁的代志。是，因为我是感觉讲吼，民进党吼202吼，台湾要赢，变做吼，咱应该毋是一个，只是赢一个民主的台湾，咱应该爱赢一个高傲的、互相尊重的台湾嘛。啊是，若是即摆抗疫法的修法吼，就是咱对咱台湾的转拿，甲附近的部落，佮有这争头一个互相尊重的机会，一个做伙重新来讨论，互咱的台湾有更加侪可能，咱是。嘛是安尼啦。是，咱继续来看讲，这个针对着抗疫法吼，这个各界这个回应是啥物？咱有整理着这个
差不多5大部分啊。咱看到民进党党团书记长李俊毅吼，伊讲诶，草案已经完成初审，送出着委员会、经济委员会2个调委嘛吼，已经经过着这个调研协商，但是无结果，无法度上上头来这个送啦吼。啊，国民党的这个法院这个党团哦，伊讲修法咯，爱这个各界拢有共识，才会当来进一步来审议。目前看起来有困难。啊，民进党立委的林淑芬哦，伊讲啊，为着修正严重这个往这个矿业框架这个矿业化哦，为着台湾的这个环境、饮食，甲兼顾着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已经退无可退了吼。啊，毋过因为这件案件哦，甲这个民进党立委内底都相当打去啊吼。伊讲修法过程哦，这个摒死这个加葱仔头啦吼。加甲规顶拢拍了，这个例啊，就是这个例啦吼。啊，伊讲2017年有一度会当机会来完成，但是这各清、元清哦、甲环团哦、民代哦，加葱仔头，修法的这个一定无理性哦，毁掉一切啦吼。啊，毋过咱嘛地球公民基金会这么回应啦吼。伊讲民进党已经是高一个，即政党会当完成矿业法的这个修法，但是民进党过去4党哦完全执政。就是这个矿业法无法度完全来这个实行啦吼。咱要继续请教小胖啦吼，就是因为这件代志。林静怡立委啊，伊就讲，这个加葱仔头是国清、元清、环团、民代伫遐加葱仔头。阮是毋知影林委员有到迄现场无啦，因为就是阮主要其他的同事去的时阵是较无看到即个委员，所以阮是感觉讲吼，讲实在话，规讨论的过程当中吼，无论是民进党，还是时代力量，还是国民党吼，大家讨论的时阵吼，拢。阮感觉大方向拢有讨论掉的。是。啊，即摆啊，阮民间团体伫这3年以来吼，开53场的记者会，嘛伫这过程当中，甲部落讨论，嘛有甲业者讨论，嘛有甲足侪的政府人员讨论。所以我就感觉讲吼，可能讲甲伤超过啦。因为阮感觉吼，这真的是剩上个尾啊尔，因为的阮伫工厂管理辅导法的时阵，看到一件代志，就是讲诶，也是院长协商2读3读，讲实在话，一工就会当了啊。有影。啊，即摆大部分的方向就是讲吼，最后有一寡代志吼，大家讨论未了的代志，迄讲实在话，阮认为大方向就是讲吼，也是真诶有诶原住民的部分讨论无清楚诶，咱就以原住民基本法的方向来讲，咱就安尼处理，因为这重点是讲。你也继续安尼违抗的时阵，后来嘛是会有即个问题嘛，因为你原住民基本法嘛是后来会当有诉讼的对象嘛，所以就是阮感觉是敢若剩一寡啦，啊，我毋是当阮毋知影林委员是安怎想，反正阮是感觉讲吼，就是阮甲民进党足侪委员讨论的状况，阮感觉拢是袂歹，啊，可能是林委员可能对阮有一寡误解，啊，阮就感觉讲吼，咱这代志袂当继续。协调，我就感觉吼，上好尾也是会当过是上好，也是袂当过恁到底民进党有安怎可能吼？这咱明仔再看，咱明仔再看，啊明仔再看，也是讲吼，真的是可能有，也是有啥物政党搁互人较失望的吼，咱搁来想办法，到底是安怎处理？无真的讲实在话啦，你这矿业权，你即摆就是也是要延长的这部分吼，即摆是叫锁掉的。是，咱嘛希望讲吼，真的找一个方向。因为咱到即摆，我感觉民进党讲实在话，咱一定要讲坦白，就是蔡英文总统做了环境的部分，是自古以来吼上好的一个总统。有咧做，本着的即个部分吼，咱会当安怎来做？咱来安怎加强？咱莫互迄即摆立委的选举吼，互蔡英文总统伊当初的。讲法哦，会当真诶会做落啦。政见承诺爱兑现啦，爱兑现啦。是啦，咱都讲到这个小英哦，伫咧这个11月这个17号，咱讲这个蔡英文总统伫台北东部要举行这个竞选总部的这个成立大会啦。迄当阵，咱嘛有这个布条啊，写什么？就是叫做小英不修矿业法。小英无要修这个矿业法啦吼，迄当阵嘛引起着这个讨论，就是讲这个做事这个场面内底也有这条，啊，警察就是你温准因入面，还是因家己这个开门入面、弄入面？无，这个部分咱一定要讲清楚，就是咱大部分，阮嘛无讲吼，要伫伊的大会，伊伫讲话时阵来甲伊创啦。阮就讲甲足坦白，就是讲哦，拜托互阮会当有布条啊，讲，然后刷落来，当讲一寡话。
就是伫伊要上台进前，咱就来做这件代志。所以警察咱就日咧参详讨论，所以一开始布条啊落的时阵，差不多是要5点的时阵。5点的时阵后来警察就讲要甲这条收走。甲布条收走。布条收走，我们就嘛是动一寡安尼，然后伊要收走的时候，我们嘛是讲好无你摕，因为咱刷来佫有麦克嘛。是。佫有麦克，我讲实在话哈，嘛是歹势，就是较大声。因为我嘛。就是第一摆咱试安尼看到，嘛足大声的。本身我就感觉讲吼，拄好有机会哦，有苏议长会当听到，嘛会当有蔡总统会当听到这声啦。这个抗疫法真正爱修啦，这呼吁一下啦。嘿啦，第就是安尼，因为咱讲实在话，这个会期开始进前，阮就开记者会，就呼吁讲吼，蔡英文总统讲这个会期会当收了，咱希望讲吼，真个立法院会当做到。是。所以刷落来10月的时阵，咱伫立法院开2届记者会。佫嘛较早就伫行政院就佫开2个记者会安尼。阮开总共即个会期开始，阮嘛是拢咧参详开5届记者会，就是希望讲吼紧个来修法。变做就到后来吼，规个状况就是拢较歹啦。所以咱就是咱作为做一个环保团体，咱就爱甲代志做好，就是爱做代志，因为讲实在话。总部开幕的所在吼，就伫阮迄办公室顶头，阮就伫顶头啦，下骹就是人啦，所以阮就是做安尼行动，咱大概就是希望讲一个执政党会当讲甲代志做好，安尼上重要啊。是，真正啦吼，这个执政党，这个咱讲完全执政都要完全负责，还未做好的时阵，这个人民也是讲这个公民团体有要求，咱都要听入去啦吼。咱继续来看讲，也未对起的这个法案，咱有提供到一个，就是讲集会游行法啦吼。咱讲伫咧2008年迄当阵，这个蔡总统都签到这个承诺书哦，保障书哦，人权这保障书，承诺未来的修法啦吼。咱就讲到这个部分啦，咱要继续来带大家先看讲哦，这个咱讲到这个气泡的这个运动啦吼，伊当阵这个进行，但是嘛有一寡讨论伫咧，但是这个集会游行法是拄到什么困难，也无法度修，咱先做伙来看。前一阵因为反送中事件，香港政府颁布禁服民法，互人质疑侵害到人权。实际上，咱台湾的集会游行法中嘛有相关的规定，因为台北市抗议较多。警察执行勤务的程度较歹劣，引起台北市长郭文哲的不满。针对这点来批评中央，内政部长齐国勇嘛来甲伊对呛。他把依法行政看清楚，我已经讲清楚说依法行政已经在这里了，叫他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好，然后再去演绎一下。不过实际上，禁服民法只是集会游行法的一部分。作为当年民进党的政见。集会游行法的修法进度，即马卡伫咧法院。另外，去年时代力量立委为着抗议路基法的修法，来到总统府面头前抗争，后来却收到警察通知，讲因违反了集会游行法，爱用教案说明。时代力量立委当时批评，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阵要求废除抗议禁制区。却唔知影执政了后，修法的动作却直直拖。相关的个有最近东日日头的监察案。嘛，互反渗透法的修法进度受到重视，挨着执政的保护啊，民进党爱继续承受民间诉求改革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要请到副会长来甲咱讲，这个为什么集会游行法哦，到单也无法度来通过咧？我想啊，这个问题是真简单啦。因为这集会游行法吼，集会游行是民众是人民对政府来发出声音的一个动作。所以蔡政府会惊吗？蔡政府在野的时阵，当然嘛唔惊。是，即阵执政啊。执政了后，我想换一个所在，换一个头壳是最正常的代志。啊，但是伊就完全的违背了因在野的时阵的承诺。有影。尤其民进党较早佫是党外时期，这个运动出身的。系啊，为迄个时阵爬起来。到即马。摕到政权了后，照立法院的记录内底，伊嘛已经伊嘛剩下一步嘛，剩3读啊。是。就是随时会当3读。随时会当3读，但是是唔知讲是安怎，到底是咧拖安怎？到底伊是倒位咧疼，是看袂出来。真正看袂出来吼。系啊。咱继续先请教咱的这个律师啦吼，严律师，咱就讲过去。这个2008年时阵，咱讲这个气泡运动的时阵，你嘛伫咧现场。蔡总统当时阵是做啥物承诺？伊当时其实就是承诺讲，伊有签一个人权的保障
保障书嘛，啊内底其实伊就有承诺讲来修即个集会游行法，因为伫个08年的即个气泡运动的时阵，一个真重要的即个诉求就是讲爱修改即个集会游行法，因为迄阵就是因为单婚人数结束，伊来台湾，啊，真侪抗争嘛，啊，抗争的时阵就有真侪即个执法过动的情形出现嘛，就譬如讲。明明人民就还袂安怎，警察就先用较暴力的方式去制止，譬如讲拆国旗啊，还是啥，迄阵其实真侪乱象啦。所以迄阵的学生啊，迄阵嘛是学生嘛，伫个现场的时阵，阮一个甲即马无共款吼，即马咱常常咧游行的时阵，就是直接来讲，这是一个中国因素的抗争，但是迄阵佫毋是，迄阵抗议的其实是马英九政府。乌白用这个法来限制人民游行的自由，所以咱迄阵的诉求就真明显来讲，我要修集会游行法。啊，迄阵在野的蔡英文，伊主要个毋是总统嘛，主席，伊拄啊当选主席无偌久，伊就来现场看学生，啊嘛伫学生真侪学生拢有看到一个中名内底，伊就去签这个名。啊，事实上。2008年一直到2016年这段时间，民进党迄个时阵的民进党，常拢甲这抗争的学生也是社会团体徛做伙，嘛承诺真侪代志。但是咱即马要来检视的，就是讲2016年因上台了后，敢有真正甲因前8年承诺的遐个代志来做会到？集会法就是第一个咱来看的重点嘛。事实上，伫一开始第一个会期，立法院。即届的即个立委，因第一个会期就有甲即个案提出来，但是就停喺遐，即马4档，4档就拢无新的进度，啊，即马阁要过去啊。若是讲就像拄啊即个抗疫法共款嘛，若是讲即个会期过，即个法阁无修了，就会一切阁对零开始，都来对上车案入来，1读、2读、3读安尼。哇，真正是真忝头啦！咱讲头拄啊，即个咱的理事嘛有讲到，2016年咱讲新国会连续审查5天啦吼，迄当阵伫咧蔡英文总统520就任迄天吼，就送出即个审查报告，11月测试就象征的意义伫咧嘛。5月20都要互你交办啊，你无法度上任的时阵，就来甲完成。甲即阵咱咧讲。即个明年520，明年正月11都要选举啊，要安怎对选民来交代？而且我嘛感觉讲，咱拄啊即个简报内底嘛有讲着吼，第二军立委，伊迄阵还佫是立委，伊迄个时阵真主张讲咱着爱修即个法嘛。是。前2天大家可能嘛有伫面册顶面看到，有一个新闻讲。伊伫一个活动内底讲，伊伫咧法国咧留学的时阵，伊嘛捌挂过布条啊，所以即个代志伊嘛捌做过嘛，伊做的代志甲咱共款尔嘛，所以像那伊做啊，大家感觉哦，这是真勇敢的代志，啊像那变做即阵，咱咧做共款的代志，煞无共款的讲法的，所以我就会感觉讲，咱拢会当理解讲，执政党甲社会团体伫无共款的角度想法的无共，但是恁着爱去想的，就是讲，你当初答应的。你若是后来无做到，安尼后一届大家搁会甲票投互你呗，一届2届，大家拢搁看讲好，我搁看你选来要安怎做。但是若坐届以后咧，大家是毋是对你的信任就会无去？有影吼，继续咱请教咱的副会长啦吼，亲像咱拄则有讲到这个地区公民基金会，因为随挂布条呢，就受到这个警察的这个关注啊。要安怎去甲解说咧？有当时是讲，这个警察是可能是会受到讲啊，我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在这个执政啦吼，先看到布条，我就先去关注啊啦吼。有安尼这个警察执法的这个部分无？警察执法对阮了解啦，即马是民进党执政是讲爱看袂到、听袂到、闻袂到啦。啊，就讲任何声音拢袂当，拢袂使听到的，拢袂当出现伫迄个场所，所以。地区公民基金会即届行动哦，对警方来讲是非常有伤到的对啊，应该是有伤到啦，因是足紧张的啦，吼，才会安尼像较早诺富特共款，甲门啊站来去安尼。是。无遐严重啦，是无像诺富特遐严重。诺富特迄个事件嘛是这个。我是当初你。你甲观众朋友小解一下。我意思是讲，就是足紧张啦。哦。警方是有紧张，但是我的了解是，即届至少。警方有甲迄个基金会这边有讨论讲，啊，阮会当入去无？是基金会有同意啦，这我后来有确认过啦。是。但是诺富特的事件是完全无共款的状况吼。迄阵就是嘛是2014年的时阵，啊，迄阵就是张志军
来台湾，要开会嘛。啊，我迄阵伫个经济民主联合这个团体内底，啊，我嘛是要去抗议伫个桃园的诺福特饭店内底，阮就想讲，我嘛要来挂布条。结果嘛是共款，阮布条还未挂，阮根本人还搁伫个房间内底，就去互警方甲这个饭店的保全踹门。就用脚甲门弄互开安尼，啊，迄其实是一个真惊吓的记忆啦。就是讲，你较会当你无得想着讲，你有户籍住饭店，啊，像咱站门，站门就安尼站入来，而且这个案即马啊，搁伫个法院内底啊，搁咧告吼，就是讲我要告讲警方的妨碍自由，而且这嘛是侵入民宅的对啊。所以就是讲，警方的执法一定爱有一个限界，迄个限界伫倒是真清楚，法律爱去规定的。法律是爱保障人民的自由。啊，若是袂当做到这点，变做是国家来侵害人民自由的时阵，安尼就唔对啊。尤其咱头讲的这个地区公民基金会，伊是因伫这个办公室，恁住诺福特迄是一个饭店啦吼。房间内底对。啊，咱佫讲到这个集会游行法，这个集会。是伫咧广场啦吼，一个空旷这个所在，咱有讲到这个2016年这个新查，这个较完全的修法重点啦吼。迄当阵咱都讲到这个集会游行法，这个修法这个脉络吼，甲这个重点这个部分。头段嘛讲到这个1988年，迄当阵就颁布着这个原名做动员戡乱时期集会游行法啦，红认为是这个延续威权时期限制公民集会游行权利这个一条这个真歹这个恶法啦吼。咱讲到民进党长期就诉求要来修法，咱头段嘛。讲到这个蔡总统，迄当阵有过去吼，向这个陈水扁执政的时阵，无修法来治欠啦吼，嘛承诺来修法，但是这个他都嘛讲到，这个520上任的时阵，就送出这个审查书啊，但是尾啊咧，到即阵也未来完成。咱看到2016年啊，审查这个了这个修法的这个重点哦，已经改做是集会游行保障法啦吼，强制申请制改做是自愿报备啦吼。未来未够有这个非法集邮这个部分，啊，警方未当够命令着讲改线着这个集会游行啦吼。集会游行当中呐，出现着这个个别的这个暴力者吼，会当强制甲排除来观察的这个集会游行的这个执法人员有义务吼来主动表明身份，啊嘛删除着这个禁止覆面的这个规定啦吼。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副会长啦吼，就是这修法的这重点已经有啊，但是拢无法度执行啦吼。这重点是阮台湾会嘛一直伫甲政府咧主张，包含第一点是讲，你这温存者应该改做报备，自愿报备啊，因为这集会游行哦是人民的权利啦，并不需要政府来互你温准啦，啊，也就是讲，立法的选择观点，温存者甲报备就代表政府无共款的思维啦，啊，温准是讲，你本来无。我政府互你，但是报备唔是安尼啊，报备是讲你本来就有啊，我甲政府讲一声就好啊。是，啊，即摆若拄着讲，别个团体嘛要游行，别种声音嘛要上街头的时阵，你政府就要负责来协调，来维持即个街头的秩序，结果咱即摆。这个游行法讲采温准制，变做是讲政府讲袂使，这游行就变做违法的。是，啊，咱要上街头是要甲政府去出声，结果变做讲，敢会当上街头的决定权伫政府的手头，这非常不合逻辑啦。是，咱敢会当抗议，变做讲爱互抗议的人来决定，这是讲袂过。啊，搁第二点，我们来主张讲这。刑事处罚的规定啦，爱甲废除掉。是，即马游行法内底，对迄个带头游行的人，佮有即个刑事处罚规定，上重会当判到2档的有期徒刑。是，但是为这保障游行的立场来讲，吼，人民咧享受伊的权利啦，根本就唔应该受到处罚啦。是，这应该，而且讲，你若讲。在过程中，确实有一寡人脱序啦，做一寡违法的代志，你回归到一般的刑法来处理就好啊。只是讲政府嘛免伤烦恼啦。是因为阮是讲阮这个
刑事的这规定爱甲抬起来啊，政府讲袂使啊，啊无你连监无法度处罚要安怎？是。其实这边想烦恼，因为伫这主管机关吼，这个警察啊，伊的心态无改变进前吼，即马其实事实上拢无咧用这集会游行法，这集会游行法拢无咧使用啊。所以修法真正是有必要的吼。必要，因为即马执法者吼，早就该用迄个刑法的妨碍公务啦，是，也是迄个社会秩序维护法啦，用这个部分来这个来办。所以头拄这律师嘛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刑事处罚咯爱废除，然后其实讲这个，比如讲2档这个有期徒刑这个部分，然后应该是做真正违法来刑法来处理就好啊。这2档的有期徒刑的部分是针对一个带头这个部分，亲像咱讲这个香港反送中这个，因讲因无大台啦吼，就是讲因较早这个过去这个雨伞革命的时阵，因有这个可能的这个大台会叫人掠去。啊，所以因即马是无大台，啊，像即阵，咱其实就是带头的，爱互废除即件，就是讲嘛是这个大台，会去用掠去这个意思嘛吼。即马就变做讲叫意见领袖啦，是较大就是香港讲大台，咱台湾讲一寡带头的啦，带头的啊，有影。大家信任伊，才要缀伊上街头，有影。结果变做讲伊才是去用掠起来处罚的人，哦，非常无合理。是。所以这个部分，阮认为讲完全就应该甲抬起来，甲删除。甲删除。是，咱嘛有讲到这个，因为这个香港哦进前这个禁服兵哦，就是挂喙啊，嘛是讲这个暗起来然后规个变做这个勇武派，这个嘛去用这个掠起来吼，嘛是会去咯。但是因讲香港政府讲这是违宪吼，咱过去这个集会游行法内底嘛有这个禁止这个服兵这个部分吼，咱继续请教律师啦，这要安怎去看咧？是啊，这个部分的问题就在伫咧遮。是讲是安怎参与这个集会游行的民众，就袂当伫咧游行内底甲家己藏起来。是哦，是安怎就应该用领出来。哦，这集会游行权本来就是民众有的权利啊。啊，国家袂当借口讲我要管理方便，哦，就讲啊，我为着要管理方便啊，你即寡参加游行的民众袂当做任何妨碍，讲我去甲你辨识，哦，袂当。我一定爱互我翕到你的面膜，是，哦，我一定知影讲你是啥物人来参加游行，我连讲才较好处理。国家完全袂当用这种思维来立法啦，是，哦，特别是讲，好，有真侪绿色的团体，佮一寡叫污名化的团体，是，哦，因上街头去勇敢表达家己意见的时阵，哦，就愈无应该去用强迫讲爱。展现因的身份啦，比如讲，外国工人，因为着家己的权利，因上街头，但是你会知，我上街头，我是要去争取要修法，但是修法刚好一时一刻，讲好开始研究，但是伊回去了后，伊嘛是要回到伊原本的工作环境啊，这个叫因的头家秋后算账，嘛，事上有诶啦吼，所以这个因的这个权利真正是爱个保护起来吼。咱头拄仔讲到这个集会游行法甲这个抗议法，也未这个通过部分，真正是民众爱政府爱这搁较拍拼，然后明仔可能是上尾一天会当甲拼起来啊。咱要继续来讨论，就是讲吼，咱的这个民进党、执政党啦吼，甲这个公民团体的关系到底是安怎咧吼？就是讲。即阵啊吼，咱嘛看到即个环保团体咧甲建议，但是因到底有听入去无？咱先搁请咱的即个基用吼，咱等下搁请即个严理事来讲一下吼。就是讲，咱即阵真关心，嘛真尊崇即个政府有咧做，但是也做无够。但是咱咧甲推塞遐久啊，自就任甲担，啊讲拢袂听呢。阮是感觉讲。上大的重点就是拄则，就是副会长讲的，就是伊换一个位的时阵，头壳我嘛感觉爱换啦。这讲实在话，就是讲换较好，换较好的，要安怎规个会当动开，因为较早伊伫做在野党的时阵，伊处理的代志就是讲吼，其他的部会你爱杀开。反正伊即摆做执政党的时阵，伊爱规个拢甲伊杀开。是。所以规个头壳吼会较无共。反正我感觉讲吼，毋是讲头壳无共吼，就是。头壳的当控不利啊，应该唔是安尼啦，应该就是重点就是讲吼，咱要安怎来继续行，因为你讲，因为民进党就是甲你讲选举时就讲吼，你讲台湾要赢，阮即摆嘛讲吼，你讲台湾若是要赢，
重点就是讲吼，咱即摆到底刷落来的法案要安怎行？啊是即个讲吼，你即个会期无都过，你到底刷落来要安怎处理？是，若是拢无一个答案的时阵吼，对咱民间团体来讲，就是讲咱到底要安怎期待未来4年？因为咱拢会当看到每一年的总统，伊做4档了啊，刷落来4档吼，拢会较恐怖。你看咱当初大部分的问题，就是对第二任的时阵，无论是对李登辉的时代，迄上尾4年吼，一寡大开发人就来出来。是。2004年到2008年，嘛是大温暖、大投资的时代。2012年到2016年的时阵吼，马英九上尾时代吼，规个拢是讲民调那个存在高趴，规个拢动袂开，规个代志拢乱做，要所有的代志拢讲吼，咱就要去中国啊啦，差不多拢是安尼状况。所以咱嘛会烦恼讲吼，咱到底要安怎继续行？咱即摆确实就是我嘛知影，足侪民众会烦恼中国的问题、香港即摆的问题，反正吼，咱认为上重要的代志是啥？阮是一个环境的团体，变做咱嘛是足关心民主的问题，因为若是无民主，就无环境的民主，这一定是大家大原则的大原则的代志。变做要安尼继续行落吼，上重要的嘛是共款啊，2020台湾要赢，毋是知影要赢一个民主的台湾赢啦。上重要的就是一个有尊严、有骄傲，要安怎互相尊重的台湾会当继续行落。咱若无看到安尼吼，咱就会做失望啦，因为就是变做是走民主，变做内底的可能有好野人，还是大抗业主，就是拢较袂好无法度参详。我感觉安尼是一个无好的社会，安尼继续行落，咱台湾较会当骄傲的徛开，做一个世界的台湾。所以我都想要问李叔啊，吼，咱讲这个民进党甲公民团体这个关系，也是讲甲财团的这个关系，到底这个向偏向党呢？我感觉是安尼啦，其实今仔讲过几啊届，就是换一个位，换一个头壳吼，迄是真自然的代志，本来就会。你伫咧执政的时阵，你去想讲，我爱顾着上济的人的利益，但是这个时阵，我就爱来提醒一件代志，就是讲，社会运动团体毋是反开发，毋是反对互你趁钱，是去帮你注意一寡你无注意到的代志，遐财团无想要互你注意到的代志。所以咱甲民进党政府，也是咱甲政府无一定是对立的。咱其实是咧甲提醒，讲你这地无注意到，所以你要去注意。即马我感尤其到即马咧选举吼，真侪支持的民众，拢感觉讲啊，这个人咧卖小因，这个人就是反对党安尼。其实毋是安尼，对，就是讲咱其实是爱去看讲，啥那这个社运团体要伫这个时阵去讲这件代志，是因为第一个是真正因为立法院的会期要到啊，无过。一切拢爱定来嘛。第二个就是因为就是选举，大家较看会到这个代志，所以爱去理解这个代志了后，才支持的民众较袂讲啊，这就是敌人，社运团体就是敌人。其实毋是安尼，所以民进党嘛无应该去甲支持者讲哦，我对伊毋对，毋是安尼。政府爱做的代志是，甲每一种的声音拢听入去，是来用伊的力量，甲代志处理甲上好，这个是一个政府爱做的代志。是啦，上尾咱要请咱的这个贾律师啦吼，就是讲到这个抗疫法也好，还是讲这个集会游行法也好啦，咱讲这个你嘛做真济，咱头拄这个律师嘛讲着吼，咱做一个公民团体，还是讲做一个这个较有责任的人。咱上重要就是尊重过去，这个蔡政府讲要尊重这个人，但是尾啊有实现无？就是讲这个尊重这个部分，咱要安那个建议啦吼。其实咱一直都拢有很善意的提醒啊，甲在文政府来讲啦吼。其实老实讲啦吼，确实讲伫蔡政府的时期，真侪人权法案有过，但就像他拄仔胖哥讲的啦，真正2020台湾爱赢。唔单赢一个民主的国家，甲赢一个人权的国家。不管是抗疫法，还是咱的集会游行法，拢共款，拢强调一件代志，就是基本人权的重要性。那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阵，咱的陈抗常常不是去用掠，吼，也是用各种理由来阻挡咱去表达咱的言论自由。抗疫法嘛是共款，过去你就是安尼霸占原住民的土地，无咧拆咱的环境，吼，互咧大家人住伫遐咧提心吊胆，拢。这样啦，土地财，这些话是讲土地财团安尼啦吼，所以讲，咱希望讲吼，咱提出这个建议，唔是讲吼要甲你迄个拍即衰啦吼，要甲你打坏选情，唔是，希望讲你会当伫这个完全执政的情况之下呢，你会当贯彻你的理念，贯彻你的价值观，吼，实现你的承诺，唔通反击反倒，你若反击反倒，就甲
另外一个候选人差不多啊嘛吼。安尼讲无要紧啦吼，所以讲希望讲未来啦吼，明仔载要合商啊嘛吼，咱希望讲民进党会当听着咱的声音啦吼。其实抗疫改革是做侪人真侪期待啦，只有啥更加是咱做侪人的期待。那希望讲吼，明仔载合商会当甲这法律吼会当甲修正好过，互咱的台湾更加即个民主化，更加人权的保障更加完整，吼啊，互大家拢会当安心咯，吼啊，会当讲，唔免搁烦恼讲我住伫遐空场袂卡啦啊，足可怜的啥货，你希望讲会当互咱的迄个台湾的人权会当搁往前迈进一步安尼。所以啦，就是这个回归到基本人权，咱今日讨论集会游行法啦吼，这个遵循爱伫个抗疫法，遵循咱的这个原住民族也好，也是讲这个抗地吼，伫遐的人也好，唔通搁着独立着这个财团的这个部分啦。咱嘛讲到这个2020年哦，蔡总统若是要连任，这个兑现哦，这个法案。真正是要来好好啊通过啦，尤其咱讲的这个抗疫法的这部分，自迄当阵这个承诺哦，这个坐碧莲导演过身了，就承诺过啊。啊，咱搁讲到这个集会游行法咯，迄当阵520就任的迄天嘛发出着这个审查报告，也未来兑现啊吼，所以咱真正期待2020年蔡总统若真正要连任，这个声音都要好好啊听入去。今日非常感谢邱来宾，感谢多谢。感谢。